做什麼都不被看好，自問資質不算高，但亦有自己相信的事，仍想去做。哪個可以給我什麼法寶，能一朝得志免受煎熬？我也很想可被看到，用盡努力但求要你替我感到驕傲，可在親友面前提到，亦不會像從前那般吞吐。曾經想過活着到底為什麼，平凡人那麼多，多了我這麼一個。然而是說再見沒有勇氣，或是我暗裏卻拼命相信，誰都可發光，只要找對地方，誰人都可發光，讓我熱情依然未乾。成敗與否看我是怎麼看，從來沒標準答案，不要活埋在世俗眼光，重拾自信讓我做我的主角。想可被看到，用盡努力但求要你替我感到驕傲，可在親友面前提到，亦不會像從前那般吞吐。曾經想過活着到底為什麼，平凡人那麼多，多了我這麼一個。然而是說再見沒有勇氣，或是我暗裏卻拼命相信，誰都可發光，只要找對地方，誰人都可發光，讓我熱情依然未乾。成敗與否看我是怎麼看，從來沒標準答案，不要活埋在世俗眼光，重拾自信讓我做我的主角。相信就拼命